俾啲掌聲，7號嘅參賽組合陳楚蓉同埋盧瑞希所扮演嘅英雄聯盟裏面嘅雷文同埋好運者。點雷文？你係咪太耐冇做軍人，身手都慢咗？咁你真係顧掂自己先啦。好運者，你已經走投無路啦，放棄吧啦！放棄？你實在太唔了解我啦！全個比爾吉沃爾最出名嘅賞金獵人，為咗想要嘅嘢可以做任何嘢都得，相信危險越大，回報亦都越大。我真係明白你啊！咁多嘅地方，點解喺得嚟我哋嘅國家偷寶藏呢？作為呢度嘅公民，我有必要阻止你。你嘅國家，你唔係已經成為咗放逐者啦咩？唔好講到自己滿口仁義咁嘅雷文。你以前同你國家對愛歐尼亞做過嘅大屠殺，全世界嘅人都知。你同我做嘅嘢差唔多㗎咋。你講得啱，我已經唔再係呢個國家嘅公民。過去嘅嘢我好抱歉，亦都會內疚，所以將自己父民之劍打碎，並且將自己放逐。但係你嚟呢個國家度偷嘢，我就有必要阻止你。呢個係我對你嘅最後警告。你以為你同我距離咁近就打得贏我啦咩？即使係距離咁近，你嘅劍都未必可以一招 KO 到我。加上你做咩啊？我咪就係咁多遺跡落下層嘅機關咯。就因為你啱啱嘅攻擊，我係連唯一嘅退路都冇埋啦。呢啲花紋令我諗起暗黑大陸呢樣唔太吉祥嘅嘢。呢條應該係唯一一條可以出去嘅路啦。點啊，雷文，同唔同一齊合作啊？同我一齊合作打得裏面嘅 boss， 跟住離開呢個遺跡啊！好，我決定同你合作，但係喺今次合作裏邊，你一定要應承我，唔可以喺呢個遺跡裏邊攞任何嘅寶藏，而且我係為咗出去先至同你合作嘅啫。我聞到屎撲嘅氣息，睇下邊個嚟咗？中大魔王維嘉，雷文，我未同你演喎。好。呢個係咩嚟㗎？我全身喐唔到啊！雷文，我幫你再捏住佢，一陣間我數1、2、3嘅時候，你就開始攻擊啦。1、2、3，係我啦！I will be back. KO。多謝晒，俾啲掌聲！7號嘅參賽組合陳楚蓉同埋盧瑞希。